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立法院的表决大战，对昨早一直表决到昨暗9点半。政府开放有三马种的美国猪肉9项行政命令全部拢通过，也毋过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刘建国甲江永昌3个人偷走票，民进党团即马要甲因送重评会。若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是向国人回信咧，讲因无主动成功，嘛讲战线要留到明年，反对内底的公道。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党籍立委为了无法度甲内都党内向国人道歉，也宣示要甲战线留到明年8月还内都公道。所有跟食安有关的法律修正案，在执政党的大军压境底下，也几乎没有一个案通过。9项关系到内都进口的行政命令，包括动物营养残留标准、修订猪肉内底残留用准量、放令30个月以上米加牛肉进口，还有农会公告国内禁止使用乙型受体素，也过牛猪伫咧国外使用内底无受限制。饮食场所散装包装食品的猪肉原产地标示相关的规定。通过了，内都伫明年1月7日就当合法进口。为了要更加有效率管控内都，国党团总共提案129项附带决议，伫24下午9点半也全部拢处理煞。只有这个结论只有一个字，大家都知道吧？叫做什么？大声的说出来，骗！说要保护学校，不敢入法，用契约每年可以更换1次，也没罚则。因过伫昨早起对学校卫生法、食品卫生法做投票，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甲刘建国伫表决时阵拢弃权，江永昌伫下昼表决时阵也走票，对3个人走票，民进党团讲会送中评会处理。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可是只是坚持理念，坦然接受。我一切泰然。那送党团之后，也要送中评会处理。总统蔡英文昨伫 FB 发文感谢立法院甲行政院完成行政命令甲配套，同时讲美猪牛议题经历过3任总统拢无法度解决，已经是台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有一个人批评民进党前后不羁，伊袂当同意这种指控，强调会用行动确保食安。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国外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英国完成脱欧。英国甲欧盟伫24耶诞节平安夜进前宣布达成历史性的贸易协议，明年元旦开始实施。贸易协议当年达到6600亿的英镑，而且英国嘛摕到代表主权的渔权。英格兰都佛港的在地人，这几天看到几多清代货柜车，因为变种病毒的交通禁令调伫咧遮，提前体验到硬脱欧可能拄到的情形。伫即马总算听到英欧达成贸易协议，确定英国脱欧了后的双边贸易关系。Look at this lot here, Christmas Eve, and they're just frustrated and fed up. And this is not only COVID, this is part of the Brexit problem. And Dover always suffers all the time. 脱欧贸易协议明年1月7日生效，除了化解硬脱欧的危机，保障双方未来庞大贸易额。英国政府讲，总算将家己的钱边界法律贸易甲渔权拢替代。 We have completed the biggest trade deal yet, worth £660 billion a year, a comprehensive Canada-style free trade deal between the UK and the EU. We've taken back control of our laws and our destiny. An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3, we will be an independent coastal state with full control of our waters. For the EU to have a prosperous and dynamic and contented UK on your doorstep. And it will be a good thing. It will drive jobs and prosperity across the whole continent. Fair and free trade, sans tarifs ni quotas. Et au cœur de cet accord, il y a de nouvelles règles du jeu économique, partenariat économique et social dont le champ est sans précédent, où nous avons assuré globalement une base d'accès réciproque aux eaux et aux ressources, avec une nouvelle répartition. 欧盟表示，未来甲英国依然是盟友，虽然抑阁需要英国国会甲欧洲议会审查表决，抑阁停事代理上是确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今头等国内来关心，虽然咱台湾有出现本土病例，也搁真侪所在新年暗会拢要照常举行。伫台北市爱徛名登记，爱挂喙暗，爱磅体温才会使入去。若伫高雄是伫海景分区做人数的管制。也搁乐团五月天是宣布讲，25到27的演唱会要暂时取消，改明年才举办。过过一礼拜，全台跨年暗会就要开始，不过国内出现本土病例，指挥中心严格要求地方政府做好防疫计划。台北市政府公布跨年防疫措施，31暗时，伫北市府舞台区周围设管制区，伫上古路、松寿路甲市议会头前设3个管制区，民众伫入口完成消毒、挂喙安、磅体温，甲完成徛名册才能入场。那我们会采取几个原则，第一个是总量管制、分区分流。那另外我们会有实名制的方式，必须量体温、身份证跟台北通。那全程要戴口罩，禁止饮食。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会做好应变计划，看疫情发展无排除减少跨年规模，或者是用线顶活动。跨年前疫情若严重，也无排除取消跨年暗会。所有室外的活动，只要群聚，都要求要戴口罩，戴口罩不分室内或室外都要戴口罩，即使在户外也不可以吃东西。蓬莱港区这个部分，我们就会采取比较高强度的这个防疫的一个管理，这个稍微有一点距离看可能会更好。高雄市跨年活动今年伫海上舞台举办，陈其迈表示，海边这个分散区域会控制整体人数，也会做快速反应队，机动机车甲劝导民众挂喙安，希望参加民众配合防疫。另外，5月天原定25伫桃园办连续3届演唱会，虽然桃园市政府已经做好升级4大防疫疏运机制，不过主办单位24下晡也是紧急宣布延期，防疫优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营航空甲纽西兰机师开除，交通部嘛决定要罚中营航空100万。即摆内部阁有员工跳出来检举讲，有一个甲纽西兰机师共一班飞行机的人员，倒来台湾无检疫，就直接去参加董事的食饭会。中营航空是赔回讲，大家咧讲的即个，伊是货机的检会员，伊无落飞行机，就直接倒来台湾，照规定免检疫，而且伊倒来采检嘛是阴性的。777的客机专做飞机，客舱的座位是放一箱搁一箱的货。叫中营航空开除的纽西兰籍机师，就是驾驶飞机的时阵无挂喙安，才为何董事。即马阁有内部的员工举报，甲即个机师共一帮执勤的一个空服员，倒来台湾无居家检疫，搁出国参加一场有100人的聚会。如果真的是没有入境到流行地区的话，的确是不太需要去做严格的检疫。现在的案例是说，同机的机组组员有人感染的话，那么他本身就是也有感染的风险，就变成要按照一般检疫规定。中营航空表示，这个空服员是12月12日由台北飞去芝加哥客机机舱载货客舱检货人员，飞行机伫芝加哥入货了后，空服员就随原班机转来，因为外站无入境甲住宿，照机组员的防疫规定，无需要居家检疫，伫咧16暗参加私人聚会。他们最多有可能就是送餐的时候，但是正常人来讲，因为机师不能有规定不能离开他的驾驶舱，他们之间的接触其实很少。这个空服员并无违规，但是港班机师无挂喙安，佮规避疫情调查是属实。就算中原已经甲机师开除，毋过交通部认定中原无尽到管理诈欺的机制，已经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还佮有纾困进行特别条例，会来处罚100万。那当然，航空公司也会负有管理的疏失的一个责任这个部分我们会选择最重的这个条文来加以处罚。因为去交通部处罚，中营航空实施更较严格管制手段，要求机组员自即马开始，若是过去14天捌执勤，无份飞机客机，拢禁止参加暗会甲庆典活动，嘛袂当去人真济的所在。若是违反规定，看状况会互因上严，甚至是开除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北台湾雨会较点，会转做大冷的天气。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只有大台北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温度是较凉。中部以北低温大约是15度到16度。明仔载各地温度拢会回升，伫北台湾总算有机会会当看到日头。也毋过伫礼拜日，阁有锋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所以礼拜日到后礼拜二天气无啥稳定。
到后礼拜3，12月30，有方面会通过，加上入冬头一波寒流会到位，所以伫新历的过年元旦天气拢真寒，北部的气温无到10度，只有7度到9度，有机会正做最近15年来上介寒的夏年。因为无法度出国，最近山区人真多，真侪人爱去爬山。盐阁玉山管理处有志工，即马发现讲，山区有一寡所在起火烧着，怀疑有人伫山顶煮食，无照规定。嘛烦恼讲，若是火烧山，就害啊！拄玉管处志工所提供的相片，会当看到玉山移风山屋，会当在甲压底下水平绑过去互烧掉。玉管处研判，山友可能直接伫咧甲压探电管煮物件。山友听到弄海头，讲这种行为真正是足危险的。我觉得很夸张啦，为什么他那个地方总是有写一个就是禁止烟火，或是说怎么样的一个，应该有这种告示。玉管处指出，除了向主峰的白云山庄有116个村位，国家公园内底其他15个山屋，大部分拢是20层左右的小山屋，算是避难型的小屋。打入去内底就是眠床，空间真下，为着方便大个人会当简单煮物件。山屋的外口拢有会当炸好的厝遐，山友会当伫下骹煮物件。若是讲伫咧山屋内底煮食，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经过检举，若是查核是真的，相关会当处罚3000块的罚金。就是他把这个炉具架在这个PAC 的桶子上面，去做这个动作。禁止于停车场或指定以外的地区露营、野炊，然后炊事，在国家公园法是可以开罚。还有志工发现，有人直接伫咧中央金矿山屋边仔检点拿点火来烧，而且火车阁无拍花，险啊引起山林火灾。山友批评讲，这款的行为真正是足恶质的。啊，毋过对使用者的观点来看，嘛点出两难的问题。说在外面的桌子那边，围一些防风防雨的设备啊。八月80外座百个来食小者建议，开放山林爬山的人变多，乱象嘛变多。除了山屋禁止煮食，嘛应该考虑增加会当煮物件的区域。还有遮蔽设施，山友看到有不当行为的时阵，嘛要勇敢甲因阻挡，才会当避免山林引起火灾这种可怕的代价。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昨昏经过规工的表决，通过开放内底的9项行政命令，确定伫明年元旦开放内底，还佫有30个月以上美国牛肉进口。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是表示讲，战线要求到明年8月份推动反对内底的公投。来看《联合报》。开基证馆有一个营业员今年行底路想袂开，嘛发现讲因那亲像有违法代操的记录。金管会伫昨昏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讲公司的内部监督不周，无及时阻挡营业员违规，对开基证馆罚336万，创下史上上悬的罚金。来看《苹果日报》，行政院消保处修正有售厝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该记录的内容。上大改革是对明年元旦开始，有售厝的停车位无算土地持分，等于是讲停车位加买嘛无算土地。来关心昨咱国内并无新增加病例，另外好消息是第771案这个本土病例，伊的接触者即马体检出来全部拢是阴性。另外，针对纽西兰技术的行踪，有一寡指挥中心无讲的地点甲所在，即马拢走出来。已经指挥中心是解释讲，无法度掌握的接触者在地点才会公布。啊，那一阮内底，因为大家人拢有挂喙安，所以唔免公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搁一个强调讲，唔通家己公开疫情调查的卡价。公众无谓恐慌，谣言流窜，侵害个人、各资及机构运作，除涉及行政裁罚外，亦有可能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的责任在。但是中嘛批评第765例早就出现家扫的症状，却坚持无要挂喙安，甚至是伫咧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违规出入公共场所，而且疫情调查嘛无要配合，会依法来处罚。经劝导不听者就罚嘛，增添到15000，按771相处的时间这么长，那不可能说忘记嘛，就是在意料上面没有配合，6万到30万。但是中强调讲，台湾经过10个月疫情调查经验，技术已经愈来愈熟，大部分接受疫情调查的人嘛拢真老实。就算这个技术无坦白讲，毋过指挥中心嘛当透过各种卡热的追踪来掌握甲判断。而且强调，伫咧公布第765例活动卡热了后，12月22甲23通报的采检人数，分别是10个人甲30多个人，暂时无阳性个案的通报。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900万例，死亡人数有17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增加病例，目前共款维持776例。中国嘅病例有86000多例，香港有8000多例，伫日本已经超过2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嘅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900万例，印度嘛超过10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742万例。欧洲嘅国家西班牙超过186万例，法国超过258万例，伫英国是超过219万例。来关心英国是佮发现第2种变种的病毒，这款新型的病毒同款是真高传，伫南非已经害着真侪人。英国即马宣布讲，过去10天捌去过南非的旅客袂使入境英国。另外，英国大新发现的变种病毒，即马已经传到欧洲甲中东去啊。英国政府23证实，境内上新发现的2个确诊患者感染到từ南非来的传染力更较强的新变种病毒501V2。This new variant is highly concerning because it is yet more transmissible and it appears to have mutated further than the new variant that's been discovered in the UK. 南非的新变种病毒唔但传染力更较强，而且更较会伫咧少年族群当中快速传播。因为英国这2个患者拢捌去过南非，所以英国宣布。伫当地24早起9点开始，过去10天捌去过南非的外国游客全部禁止入境。毋过英国甲爱尔兰公民也是有永久居留的人除外。毋过入境了后，也是需要隔离检疫10天。南非政府嘛证实，当地上新的确诊患者超过8成，甚至是9成，拢感染到新变种的501V2病毒。互南非逐天新增加确诊，拄原本的1500例增加到1万例。若是这礼拜早1点伫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 B117， 就算真侪个加强边境的防疫，毋过南美、澳洲甲美国等等也是拢已经断开，而且正式侵入亚洲。伫咧香港了后，新加坡一个车辆对英国回国的女性检测时阵发现 B117的病毒株，若是中东以色列嘛发现4个 B117的确诊患者。其中3个人是对英国回国，第4个人也搁伫咧进行疫情调查。以色列宣布自即马开始到明年1月7日，入境的旅客拢爱去隔离旅馆待14天。We had to get back here before the deadline of people going into Corona Hotel. I wanted to be back with my family, and I didn't want to have to spend 14 days in a hotel. 南韩已经宣布暂停所有对英国来的航班，一直到12月底。日本2时开始嘛禁止对英国来的非日本籍的本国旅客入境，希望会当全面预防新变种的病毒入侵。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那新型冠状病毒即马是伫头的变种，英国是发现第1款，南非发现第2款，即马那亲像阁有第3款。根据美联社的报道，非洲的疾管中心是表示讲，伫奈及利亚有发现一款新的变种的病毒，甲英国甲南非的阁无同。非洲的疾病管制中心表示，有一款新的变种的病毒出现伫奈及利亚，毋过伊嘛讲需要搁较侪调查。照计讲，伫英国甲南非拢有同步发现新的变种的病毒，是 B117甲501V2这2只病毒拢真高传。目前伫奈及利亚发现的这个病毒应该是501V2的突变。镜头来中国。来关心中国监管单位，昨早是宣布讲要针对阿里巴巴集团做调查，看讲因敢有独占市场的操作行为，所以创办人马云又搁互约谈。中国电商阿里巴巴集团最近正做政府目标，互中国监管机关点名涉嫌垄断行为，即马搁约谈旗下高协集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局24早起伫网站2项字声明，讲到最近接到举报，要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2选1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所谓2选1，就是针对电商平台所设的规范，避免大型平台掌握大量用户数据，限制消费者选择空间，来替市场上的其他电商。
这是自11月初至旗下教协集团上市前3天，美云阁和中国监管机关约谈。华尔街日报指出，美云伫顶摆约谈当中，捌向政府市场表示愿意移交部分权限，即马看来政府是拒绝。面对上期监管机构大动作启动调查，阿里巴巴集团表示愿意配合。反垄断调查的消息出来，阿里巴巴股价伫美国盘后重跌3.7%，港股因为亚弹济，提早伫中昼收盘落8.13%。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非洲的中西部靠麦隆当地有金矿，所以当地人拢是靠乌金啊趁食。因为好趁，即马嘛有出现囡仔工，甚至5岁囡仔娘娘伊都要去做事。细细汉的囡仔摕拿拼死伫咧摇，要甲沙石啊抬掉，规身躯拢是落瓜埋嘛不要紧。这是科麦隆的东部区，当地因为金矿真丰富，转行号做黄金国，真侪居民靠洗沙金来食清，包括无5岁囡仔。囡仔讲伫咧科麦隆是无合法，啊毋过东部区大家拢结点点。I've never been to school because my parents can't afford it. That's why I've been mining gold since I was young to support my family. I'm aware of the dangers in the mine, like the gas iron hill, working in a cave that can collapse at any time. I can contract diseases like scabies, meningitis, or other infections in this dirty water, but I have no choice. 囡仔讲洗刷金高风险，而且报酬真低。女婿爸母毋是毋知影，啊毋过因共款拢是矿工出身，认为囡仔来接是应当的。Parents prefer to send young girls of school age to mines rather than sending them to school. Therefore, our duty as an NGO is to educate them so they can stop this practice and take up their responsibilities, because education is a fundamental right for their children. 番囡仔讲的人士发现，讲囡仔敢袂当读册，拢爱看爸母。啊，若是要说服即寡家长的方式，敢若用讲的无效，爱互因看到实际的。What really changed my life was enrolling in the government's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I became a teacher in my hometown, and when my fellow villagers saw that, many decide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 艾瑞克原本是矿工，后来换来做老师。伊用家己的经验甲家长讲，教育真正会当改变一切，嘛顺利互100外囡仔来读册。啊，毋过庄仔头内底，目前抑阁有真侪的囡仔留伫咧矿坑，要互囡仔倒来学校的这条路抑阁真长。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甲欧盟达成脱欧的贸易协议，鼓励英镑去变大元，也毋过收盘气候有变势，因为投资人有趁就赶紧脱手。啊，若美金是继续落，啊毋过波幅有变较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因为接触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定病例，16个时已经开始隔离。啊，若彭博新闻是报讲确定病例就是伊的牵手。来关心法国。香港的法院昨昏裁定黎智英会当交保放伊转去啊，也毋过律政司是申请临时的命令，要求爱继续关。法院即马排伫后礼拜二要开庭处理。面对中国的威胁，国防部是宣布讲，2年内要新增加5个步兵旅。明年开始，北部甲南部拢有一个步兵旅，会扩大编制，甚至未来嘛可能有一个海岸守备旅。另外，中科院伫东部外海试射飞弹，外界是研判空，应该是天宫系列的飞弹。这是中科院9月伫台东外海试射火炮画面，因为弹道高度无限悬，被看作是发射天宫3型定天型飞弹。中科院规划位置4到3亿，伫东部海峡搁做火炮射击。同款规划弹道无限悬，亏险距离超过160公里。面对解放军步步进逼，国防部正式宣布扩编，按算2年内新增加5个步兵旅。第一个阶段选择明年元旦伫北部地区扩编第109步兵旅，甲南部地区扩编第117步兵旅。啊，毋过问题是兵员要为倒来呢？新编的5个旅主要是基干人力，并且从编制员额来调整，国军的总员额并没有增加。另外，解放军无停止绕台行动，而是搁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空军出动真侪配军机来警戒。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根据统计，共计这个月进入台湾空域71天，国军这摆采取新编部队，也为台海紧张情势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检方调查有官员摕劳动基金炒股票，除了福华投信，也有统一投信涉案。即马军益投信嘛牵涉其中，出无老实的投资报告。检方甲廉政署昨去敲军益投信掠走细社的副总等3个人员。上新的消息是，3个人伫头拄仔拢互交保，那细社的副总是以200万交保。为什么要听从他的指示？指出这种事情对得起社会大众吗？军益投信细社的副理涉嫌接受劳金局前组长杨乃文的指示，利用公司的资金进场，大量买入远百股票，利息含加军益另外2位高层和北检约谈。检联查劳动基金、查远百股票的案件，查出保家投资市区的主管是劳金局前组长杨乃文斗相共，未出得因手内远百股票。杨乃文私底下只是劳金局下端的款商，买入远百公司的股票。委托大操作野队的统一投信现缺的资深副总，得到杨乃文80亿个违法不当指示，违背专业，以公司接受全团委托大操的劳动基金资金，大量买入远百公司股票，和保家资产会当出在手中的持股获利。知道你完成前世劳动的血汗钱吗？另外，又可查出杨乃文用同款手法，只是军益投信细社的副总等人涉案。一直到今年8月12日，杨乃文要求投信违背专业，对原买远百股票，和劳金局的同事发价。隔两天，劳动基金相关的口座才被动来。今年下段远百最后交易日就停伫咧8月13日，检联利息案所查军益投信等5个所在，同时约谈细社副总等3位高层。2月透早12点外，移送北检接受核实。今仔早起3人裁定交保。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饼来看中华职棒的会长吴志强任期要到啊！各个球团的代表昨昏是去立法院拜访副院长蔡其昌，希望伊来接会长。蔡其昌是表示讲，伊愿意接受，想要替国内的野球加付出。立法院表决开放，美国内地进口9项行政命令的紧张时刻，副议长蔡其昌半天会见中职各球团领队甲代表，对感谢接到中职会长当面沟通想法，感谢有能力符合各方期待。承诺这个5个球团对我的邀请来担任这个中华职棒的联盟的会长。甲以棒球想法也受5球团支持，蔡其昌决定接落会长。伊讲就任后有3大目标要拍拼，包括足饼做大，促成第6队，互棒球界更加团结，甲互联盟规章更加清楚。财务上面，每个球团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把饼做大一直都是我们的愿望。所以副院长今天一开始就提到要把饼做大，这我相信我们的球团呢。都非常认同这个看法。中职1990年开始拍以来，历任会长董盼盼、陈中光、黄大洲、赵守璞、黄定台、吴志勇拢属于番拿电影人物。蔡其昌将是第1位民进党籍的中职会长，伊强调讲棒球的时阵无党籍也是色彩。对媒体观测，中职敢有可能改名台湾职棒？蔡其昌安尼讲：时间到了。该有一些共识，该面对要讨论的，就像我们立法院一样了。有些法案没有共识就先留着嘛，时间到了该表决再来表决嘛，这逻辑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会有先后顺序，轻重缓急。改名无遐尔着急，蔡其昌认为首要重担是奥运6场役组成上强国家队，家己原本是中信兄弟球迷，做会长了后需要中立，从此无搁做兄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12月份开始，秋冬的防疫专案已经起稿，所以即阵坐火车、坐公车、坐捷运规定一定爱挂喙罨。也毋过有国公客运，底客是去投诉投讲，司机伫车顶广播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叫大家莫伫车顶食物件。有旅客是认为讲司机管伤快，也毋过客运公司是认为讲司机安尼做真认真，做法是正确的，颠倒甲司机学路。车上请全程戴上口罩。如果要饮食的话，请保持安全距离。要赛车进前，驾驶先公布来提醒乘客，呼吁讲尽量唔通伫咧车顶食食。若讲真正要食物件，爱保持社交距离，或者是边仔乘客有挂喙罨的前提之下才来食。但是最近业者接到真侪投诉，有乘客伫咧上班时阵想要食早顿，但是驾驶管伤严。大部分都通勤路线的旅客比较多，因为他们赶车啦。都在那赶车，然后上车就要吃东西这样子，我们就很和缓的告诉旅客，因为这段那个防疫期间希望能配合。
国公客文表示，其实乘客反应真无共，有人要求业者应该直接禁止车内底食物件，避免交叉感染。针对客用投诉的驾驶，国公客文表示，拢会来调监视器。若是确认驾驶是可以提醒落实防疫，袂甲因处罚，佫会来甲因表扬。在上车以前，你本来就应该是尽量是吃饱了或怎么样嘛。像他这里这么多位置给你休息呀、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吃？等搭完车再吃就好了。哦，支持他们这样的政策。另外，因应国内出现本土个案，交通部的防疫会议决议有关大众运输场所的防疫规定，以代替高铁做基例。原本在检票了后才强制挂喙罨，23开始已经先及早进入场所就爱挂喙罨，若要食物件爱保持社交距离。进入车站请全程佩戴口罩。入区饮食，请维持社交距离，或相邻旅客有戴口罩时的饮用。因应元旦假期就伫要到啊，交通部嘛要求代替高铁爱加强消毒，落实磅体温，嘛提醒旅客配合防疫的规定。若是有超过违规，或者是无听可劝的人，会以传染病防治法来通报处罚，相关会当罚新台票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受疫情影响，已经办30档的弱势买家，今年宣布要成冻点。社会福利团体是表示讲，因为爱保持社交距离，所以今年要改做分礼品、分红包，让弱势人感受社会的温暖。送礼到家哦。高妈妈带后生为送礼大赛，家庭社家健手中接个人爱心年礼甲红包，互单身家庭感受满满关怀。创世基金会者团体已经办30年限数买家，今年受疫情影响，烦恼买家现场无法度保持社交安全距离，改用送礼方式，虽然较无自餐过年的感觉，却也感觉真温暖。把一个红包当成是一年唯一可以帮他孩子换一双鞋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红包。今年这样没有办的话，就变成说，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幸福啦。就变成说，我们母子3人在家里这样自己吃一个幸福的一餐。今年社福团体募款变少，虽然有善心人士支持，不过公益买家也是挡袂过。台湾出现本土病例上新疫情，拢停办。不过也是民间团体得到保险业者赞助，连续3年邀请独居老大人来这团圆饭，我来欣赏歌戏。歌仔戏推广协会他做得非常好啊，因为他有专门的志工陪伴。他也有专车接送，所以防疫的部分他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也认为可以安心。亲像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为老大人举办的围炉活动，在注重防疫的前提之下，会继续做。不过红岛强调，会看国内疫情的发展，确实有必要会做适度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屏东，屏东有一团加起来万外国的舞团举办歌舞的表演。这团的成员有90岁阿公，嘛也咧读册学生囡仔，也毋过扭起来，阿公阿嬷是袂输少年囡仔。咱来看这阵长辈时代伫舞台顶展风神。舞台顶的灯光闪闪烁烁，舞者穿的表演服装红水乌大斑，毋那舞台甲衫裤气势十足。因跳的歌舞骹步嘛足流利，你敢相信讲这是一阵平均年岁超过74岁阿公阿嬷甲青少年学生做伙组成舞团？屏东举办这款互老大人甲少年人互动的活动已经第5档啊！今年选择用歌舞展演的方式，互少年囡仔甲长辈做伙学舞3个月。同齐设计表演的内容，证明2个无同的世代，嘛会当配合甲爸爸。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对生命更有盼望。教导老人的过程中，我学到蛮多，虽然记忆力没有这么好，但是他们有肯学的心。这个舞团的成员真正无简单，全部成员加起来万外岁，而且有的长辈已经夜拐啊，有的是捌中风过，甚至佫有90岁的阿公，人老心无老。虽然因的骹唱无遐美丽，所以也坚心甲规条舞学到了。阮志典遐讲要参加银闪闪的迄个街舞哦，我讲啊，哪里袂歹，我来个试看卖看90岁人，看有法度通跳这街舞的。大家的体力很好，精神很好，不管到哪里呢，每一个礼拜都在偷练。这个舞团呢，220位。加起来是16308岁。食一回学一回，这阵阿公阿嬷的活力甲坚持，证明跳歌舞唔单单是少年人的专利。
透过这个表演，让老大人逐天的生活更较有寄望，更较有自信，也让孙仔辈透过日常的相处，学晓安怎甲长辈斗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西地南美洲的印加果，这款果子油脂大真高，营养阁丰富，所以有农民引进台湾。云林讲起即马就有农民看好印加果伫台湾的市草袂歹，所以决心来种，互地方农业有新的发展。这款看起来那天青的印加果原本是发自南美洲，因为果子适合精油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佮侪种维生素。云林高县的这位农民陈永红看好印加果từ台湾的市草，对6当前开始种，即马愈种愈大片，也开发出侪印加果的相关产品。这个印加果本身它这个主要产出都是榨油。那么油的品质，它经过2004到2006 3年的世界油品的比赛，每年都拿到第1名。所以当初我看到它的好到这个程度，它对人体是完全正面的帮助，所以我就决定既然台湾可以种，那我就开始种了。陈永红原本对家己经营30多档的幼儿教育，因为现代人囡仔生较少，决定退休当故乡种田，买当顺续照顾厝里时代。外口做工袂足久啊，我回乡安尼做甲你做这个农事安尼，你感觉安怎？就忙做啦，就肯做就好啦。哦，安尼哦，就安尼。有人等下你陪伴，嘛算袂歹。有啦有啦，有较快乐无？有啦有啦。印加果的营养价值渐渐受到台湾民众的注意，即阵市面销路嘛变搁较大，陈永红也找在地农民拍契约斗阵种作，增加印加果的产量，带动在地农业有新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的钢筋医研发出一套唔免直接接触皮肤，就使随时监测记录幼囡仔的心跳喘气的设备，而且伫明年初嘛要伫全世界规模上大的消费性电子展览 CES 做线顶的展出。就是这个小小的装置，唔免直接接触幼儿的皮肤，隔一领衫，袂使测到囡仔的心跳、甲喘气、甲自信，传到爸爸妈妈的手机啊，随时掌握囡仔的状态。在婴儿睡眠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用担心说他可能临时会有呼吸或心跳，或是婴儿猝死症的状况。它可以透过非接触人体的皮肤的方式，直接量测婴儿的心跳跟呼吸，同时能够透过婴儿的心跳、呼吸去侦测婴儿的情绪、睡眠及他的活动量。根据卫生福利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由于意外死亡的人数有671个人，其中7成是意外吸气。未来透过这项新科技，希望通对这款的意外状况做预防的动作。它可以用在这个婴幼儿，也可以用在高龄照护或是一些卧床的人，他可以来做这个监控，所以它应用是非常的多元。工研表示，虽然明年 CES 因为疫情关系取消实体展览，不过台湾嘛是积极参与线顶展览，和台湾科技研发的实力，和全世界拢看会到。大家都要面对这个挑战，因为除了我们展示要做360度展示之外，我们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跟厂商的做商谈的部分，我们也要让跨时区、跨时空的可以让他 sign up， 然后来跟我们做一个对谈。未来这项技术卖当结合数位科技，使用在较好幼儿的场所，亲像是做外来中心、甲托婴中心，希望有效减少人员负担，提升教学品质。记者刘文和新竹报道。古早时有人在寄药包，即马家机关为着要服务有慢性病老大人，卫生局是甲医生药师合作，甲药啊包好了后送去互时代，嘛当面教时代用药的安全。药师甲药啊包好势，再搁一户送去社区内底一寡适大的厝内。毋若提醒因爱定时食药啊，嘛会使顺续了解适大最近的身体状况。即种配合社区药局送药啊的服务，会用照顾一寡交通无方便的适大，互因嘛会当有好的医疗服务。社区药局会针对这老大人，因伫食药啊的一寡问题，因比如讲，因一天爱食几顿，要安怎食，甲因整合起来，包规包。送去互因，咱感觉讲，因为咱的社区药局药师的介入了，这时大人因的身体健康愈来愈好，而且因的副作用嘛愈来愈少。嘉义县老大人的人口数占规县的20%左右，这时代因为久长病需要医疗照顾，
社区药局的合作，解决偏乡交通的问题。除了医生来厝看诊以外，即马马上送药啊到厝的服务，护士大会当正确来食药啊。那我们这一个整个药师照护计划，我们目前涵盖率已经到了94%，甚至我们最高的阿里山乡也药师也都加入来这个行列。所以呢，我们希望是说，透过这样的照护，让老人家在用药的时候能够更清楚，然后也能够正确用药。时代透过社区药局甲医生的照顾，会用随时来调整医疗需求，嘛会使避免时代食上侪相像的药啊。目前嘉义县有36间病院诊所，200多位医疗人员已经服务超过5000位嘉义县的时代。卫生局表示，未来会配合长照据点来推送，希望照顾更较侪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人若是要转去的时，拢希望会当伫厝内过往。民间团体在推动在地老化，嘛在推动希望在地好老。伊嘛呼吁政府要互人会当快活离开世间，嘛爱提升社区的医疗程度。时代人伫安养机构一住就是几十栋，嘛已经甲遮当作厝。毋过拄着临终的时阵，是真歹踮机构内。上大的原因就是欠安宁疗护团队的支持。那我们随时都得要有个医师来去诊断他的状态，并且开药处理他的一般还可以处理的状态哦。那这个时候呢就缺乏了，因为没有 order 嘛，没有医嘱嘛，又没有药局在旁边。那怎么把这个程序弄好来，让我们可以在机构医疗，而不要去医院医疗？附近找无安宁医护团队做靠山是上大的难题。若是长辈临终的时阵，伫安养机构，搁会面对复杂的人事甲家属的责备，才会常常有长辈临终之前伫病院甲机构来回走踪。医疗改革基金会就提供资料，伫2011年到2019年，伫病院做临终照护的人，对15000人提升到6万多人。踮厝也是安养机构善终的人，是对4000多人增加到12000多人。人数虽然有增加，但是基金会照整体的比率来看，踮厝也是安养机构善终的人是减少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板里头的曲线，哈，就它是一路往下走的，好，那也就是说，今天台湾有意愿做安宁的民众，哈，如果有5个是在医院里头的话，只有1个是在社区。医改会就呼吁政府，若要推动在地临终，就应该爱提升社区的医疗能量，无论对社区诊所也是医师，加强训练等等，配合安养机构整合资源，才会当改变现状。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台语文看榜来看，咱台湾目前上界强势语言是华语，其他语言亲像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拢强要消灭去。台塑台就表示讲，目前15岁以下会晓讲台语，而且佫讲甲真认真的是无到一半。啊，若30、40岁之前的民众，伫厝内嘛是讲华语较济，若阵无赶紧挽回，到时就白付啊。随机来问北部的大学生，敢会晓讲台语？什么时阵讲台语？答案拢真晚近。阿公阿嬷在的时候才会说台语。啊，你感觉家己讲安怎？无认真。袂晓。一点啊尔。啊，你什么状况会去讲台语？甲阿公阿嬷讲话的时阵。会晓听，袂晓讲，和阿公阿嬷斗阵的时阵，才讲一个仔台语。台塑台指出，目前25岁以下的少年人会当讲台语讲甲真认真的，已经无到50%。搁再根据中研院2013社会变迁调查，要挖4城市年纪伫30、40岁之间的族群，伫厝里上接使用的是华语。这个语言若无世代的传承，伊就是将来伊就是会无去。所以即马是足要紧的时间。要抢救本土语言，除了学校的课程，柯慧如讲，这几年用本土语言创作的戏剧甲歌曲，毋但起草袂歹，嘛会当实际吸引到少年人。在文字上，他用的正字，还有在新媒体，所以他未必在电视上会播出。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很多这个网络平台会有作品。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本土元素。同学麦纳斯那个黄信尧导演，他那个用台语的口音就还蛮迷人的。我觉得可以从就影视文化去
让大家可能对本土语言有唤起一点意识。台师大台语文系甲教育智库认为，政府若要开这么多资源，专心投入华语甲英语的双语教育，不如更较快速、更较省钱，让台语成做双语的另外一语。记者综合报道。若台语有咧推广，就会受重视。有台湾的字体设计公司，即马推出会当支援台语客语拼音，也佮接用汉字的字体，对语言的传播有正大的帮助。要拍台文字，煞常常拄到字体无支援的问题。即马台文的书写甲应用愈来愈顺畅，但是支援台文的字体却真有限。都有字型公司特别杀出头一套支援台语客语拼音甲接用汉字的字体。有一寡朋友就甲我反映讲，啊，是毋是恁做汉字，是毋是要将台语甲台语这部分嘛做一下？啊，阮就想讲，啊，既然是遮尔在地、遐有意义的代志，所以阮当然一定要答应。但是做台语，阮有。因为是阮台湾头一间伫做的嘛，啊，所以有面对真侪的问题。因为汉字的数量多，加上台语的特殊用字，就算字体推出啦，团队到呾也继续咧补充欠字的部分。真正若要一套字讲要支援到到少10万几字，啊，尽量啦，因若甲阮讲因需要什么字，啊，阮就尽量来满足因安尼对。虽然各种字形伫生活中世界拢看会到，但民众对这道却真青分。要做一个字形设计师，练字是基本功。为着要让大众对字体有更较侪认识，字形公司嘛行入校园，甲教育推广的责任担起来。就是迄 Just Fun 有参加一个展览，啊，迄个时阵才知影讲，有这个工课安尼。其实较早有读过 Just Fun 的资料文章，啊，毋过。啊，因为这个工课较少人做，所以嘛是伊咧找人去加入这个工课的时阵，才知影讲哦，原来一般人拢会使去加入这个工课安尼。除了伫校园内，伊嘛伫网络顶建立交流讨论的机会。其实你看自嗨上面，其实它的会员数很多，你就会发现说，其实社会大众就是一般人哦，他跟设计科系没有关系，他开始会发现说那个文字在生活里面，然后有些人就开始会感兴趣。街路的招牌看板、超商内的商品标示，甚至吸引仔，其实都咧选字体。民间的字形公司毋忘透过教育推广，让侪人会当对字体设计应用有更较侪的认识甲感受。记者杨淑晴、张玉水台北报道。今日是耶诞节，伫泰国的曼谷有一间国校化，甲4只枪装作耶诞老人，分喙暗学生囡仔，顺续推广防疫观念。另外，伫芬兰的耶诞老人村，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庆祝活动是改伫网络转播。4只枪用树片跟囡仔徛伫校门口发吹暗予小学生。泰国曼谷市外的一间学校，为了迎接耶诞节的来临，将枪打扮成耶诞老人，趁机会宣导防疫观念。也毋过因为过去有动物接触新型冠状病毒传出确诊，所以枪也遵守规定，乖乖啊挂吹暗。This year the difference is COVID-19. So the elephants cannot go into the school. We have to go out to see the elephants. 像伫耶诞节来到校园活动已经举办17年，也毋过并毋是所有人拢认同这项传统。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认为，活动办伫人车来来去去的街路上，加上拢是人，可能会带互枪压力。What it actually means for an elephant to be crowded by school children in a public school, that's incredibly stressful. And for that, the elephant handler has to make sure he can control the elephant. But we do know from many incidences in the past that elephants cannot always be controlled. 耶诞老人坐着由6架有的雪车，伫雪地之间走来走去，展开一年一度的旅程。也毋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位伫芬兰的耶诞老人村罗瓦涅米旅客数是减一半。耶诞节庆祝活动也改做伫网络直播，吸引10万人看。最后，耶诞老人坐伫路边，透过科技的力量散播祝福。I now wish everyone a very happy and peaceful Christmas. Stay safe and healthy. Remember to follow all important recommendations and instructions. 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疫情影响大家生活，日本有餐饮业者因为收入减少，自责袂调，关门倒档。若即阵民众因为疫情的关系，伫厝内时间变长，规气摒厝内大摒扫度时间，甲一寡用袂到的物件整理出来卖，所以伫疫情期间，二手拍卖市场颠倒热扑扑，真加热。串料、控汤，伫新宿巷仔底这间拉面店，今仔日是最后一天营业。头家方鹤包成甲员工甲普通市共款，算要开店。コロナも果たしていつまで続くか分かんないっていう不安もありましたしね。それで店を辞めることを決意しました。这间拉面店在地经营15档啊，因过受到疫情影响，附近真侪上班族拢伫咧厝内上班，所以开15年来一直拢小本经营空间无大这间拉面店，收入减少真多。しばらくは移転も今考えてるんですよ。場所を変えて。ところがこのコロナで人の動きがガラッと変わっちゃって、例えばビジネス街なんか新橋ですとか品川ですとかああいうところで昼間多く働いてる人たちのところはガタッと人が減ってしまって飲食店立ち行かなくなってると。疫情也改变民众的生活模式，因为居家防疫时间久长，无代志做，真侪人就开始摒家己的厝内。伫咧榻榻米顶头这一领一领的日本衫，拢是71岁沿街蛮子整理出来要卖掉的二手衫。断捨離も兼ねて家の整理と着物ももうこれ以上眠らしとくのももったいないかなと思って、誰か次の世代の方に着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なと思って。日本衫、名牌包、纪念邮票，这款二手的物件开始大量进入，专门伫咧买卖中古物品的企业，经过用人工进柜整理。甲一寡品质较无好的商品拍掉，拢踩伫咧二手物品的购物平台顶，绩效也较俗。売上でいきますと約 35% ほど伸長しています。とにかく生活をミニマイズしていく、こういったですねマインドセットが出来上がってきました。另外，疫情也刺激民众对避险商品的需求，今卖绩效一直起，也互食品的销售量变悬。好真侪因为疫情收入减少的民众，会当趁机会捡到俗，也促进二手市场的买卖。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英国伦敦的车辆是造成空气污染的来源，除了是因为车辆的废气，嘛包括冷仔皮甲路面摩擦会产生冷仔皮的油砂啊。英国即马有学生囡仔团队是利用静电的原理，发明会当吸油砂啊的装置来减少污染，而且收来油砂啊，佫会使再利用做新的冷仔。车造成的污染除了废气，也有冷仔灰。Every time we drive, we brake and corner and turn a signal, and that's when tires sort of skid on the road and particles come off. And these particles are known contributors to microplastics and air pollution. 这款微粒飞空气落去水的，若个走入去人体内面，会造成危害。然后伫咧涂骹走，会产生偌侪微粒。英国有学生用伦敦上长的巴士路线做实验。只要24点钟，这个手搬大的鸭就增加满满。那买互冷仔夫4过杯，会当用静电。We discovered that the particles, as they fly off, are actually positively charged due to friction with the road, and this allows us to use electrostatics and the airflow around the spinning wheel to collect them on these plates right here. 这个装置装在冷仔顶，经过3个月了，会当修建60帕的冷仔夫。因拍算，搁再提升效能，也计划以后所收集的冷仔夫会当回收，搁再做新的冷仔。根据统计，欧盟国家每年单调共要到4亿吨的废气建材，其中比利时就占2000多吨。选议结果希望会当亲身做示范，互国家侪公司看到循环经济可能性，投入建材加固再制，卖互会当用的物品变做环境的负担。公司新闻齐万玲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只是北台湾雨会较点，会转做大冷的天气。那明仔载各地温度拢会回升，也毋过伫礼拜日，阁有方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天气会变无稳定，卖落雨。所以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中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东部
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到19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乡亲元旦节平安顺遂。我是柯兴竹，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